澳大你有 say，仲有1個月唔夠就完 Sam 啦，唔知有啲咩係畢業之前一定要做嘅呢？等我哋聽下啲準畢業生點講啦。我想畢業之前呢，就揾到一份好好嘅工作啦，安穩定嘅咁。梗係食翻餐好啦，辛苦咗咁耐，都係對自己好啲啦。一定要喺呢個靚靚嘅新校園拍翻一次拖，咁先至圓滿啊！所以仲有1個月，大家加油啦！真係好想好勇敢咁樣參加一次歌唱比賽之後攞獎。玩多啲嗱，然後大家快啲加入 PISA， 跟住可以識好多朋友。要做嘅就係執靚個樣、洗淨個頭，然後影靚相。應該要去舊校影張相咯。因為我哋喺嗰度都讀咗咁耐書咯。咁之前一定要喺澳大攞分，就期要親吻澳大大地一啖。環遊世界啦！畢業前一定要做嘅嘢就係要同我一班好朋友去旅行、去自由行。咁最好咧就去下交流，去下其他地方見識下。我哋要喺孔子上面悄悄扮他的 baby。